各位追求高品質村屋生活嘅朋友，置業家今次介紹呢間元朗名牌大型屋苑曉門俾你哋，唔係普通貨色，係名副其實嘅屋苑質王。首先呢間屋係下複式單位，仲連埋花園同埋車位，大約2000尺。個花園你可以佈置成一個小小綠化空間，放假喺度飲杯咖啡、睇下書。呢一種生活品味係市區絕對俾唔到你。位置正喺路邊，方便到極，唔使左兜右兜揾路入村。對於經常用車嘅你嚟講，慳返唔少時間同精力。講返間屋本身，呢個單位係極之寬闊嘅4房3廁設計。客廳空間闊落，採光通風一流，仲有特色吊燈同埋藝術畫作點綴，成個廳高級感拉滿。再嚟到4間房，空間夠大，夠晒驚喜。主人房有自己嘅套廁，將私隱同便利完美結合。每間房仲帶大型衣櫃，配置超實用。呢一個設計，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都有獨立空間，絕對係現代家庭嘅恩物。無論邊間做乜嘢用途都啱晒。呢一度係一個24小時管理嘅大型屋苑，出入安全絕對係升級享受。講到出入，雖然你可能習慣揸車，但呢度嘅交通一樣咁方便。附近更有深宵小巴服務，完全唔使擔心冇車坐。呢一份便利對於夜返嘅你真係非常重要。咁完美嘅單位絕對係市場上可遇不可求。如果你正在物色一個咁頂級嘅安樂窩，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